昆武冲突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早起8点外宣判，掩埋场因为伫个山坡地超过2公顷，需要做环境影响的评估，因为昆武无做县政府，应该发公文要求昆武公司停止试运转的许可。这个专案当然也会使上诉。昆武的争议前后已经20年啊，已经20档啊，经过3任的县长，同款是国民党的前县长刘正宏，甲现任的县长徐耀昌，因的立场都无同款。刘正宏徛伫自救会立场，对昆武呛声真济摆，时代力量立委甲议员嘛表示抗议。冲突的现场，前庙的县长刘正宏马洪喷嫌石水。哦，内底跳喷出来，哦，啊，还有牵衣啊，啊，牵石头啊，哦，哎，那这暴雨嘛无安尼。洪喷嫌石水，因为昆鱼行为真唱秋，这个争议已经长达20年，经过几啊届县长。2001年，昆鱼本所长升迁设置，经过2任庙的县长嘛无摕到许可证，真正庙的县长鲍学平任内选举庙协总计划，刘正宏任内嘛无稳准。这个统统给你抓了。刘正宏落任了后，真侪摆支持自救会，甚至为着阻挡昆鱼大车未来，佮公开呛声讲，除去甲我交过去。不过现任县长徐耀昌任内，庙内县府环保局伫咧今年6月14号，迄阵昆鱼本所长试营运的计划，那是伫咧今年9月11号进行90天内，昆鱼2天每一份152吨的废弃物，就达到试运转的标准。我1月的时候在这边，也被这些黑衣人恐吓，上百位黑衣人，那就像昨天晚上这个情况一模一样。结果苗栗县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在护航这一家公司。时代力量立委议员真侪摆拢支持自救会，抗争到底。啊，上新的发展是台中高等行政法院21号宣判，本所长伫咧山坡超过2架，爱做宽平，庙内县府认为无宽平的必要，本所长无完成审查进程，未当试运转含开发。请政治人物、盯紧官员们，必须拿出你们的道德良知哦！本应环评的案子进入环评。自救会听到消息，拢拍破赞声。可能经过真侪年，有真侪政治影响。国民党的刘正宏和徐耀昌已经无共，继续伫咧玩。不过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出来了后，可能会暂时先动起来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